照顧者工具系列，長者臨時暫託照顧安排。臨時暫託照顧 （Respite Care） 為照顧者，特別是照顧高齡人士或不能照顧自己病患親人。這個服務是讓照顧者獲取休息同支援，防止佢哋過度疲勞同耗盡。在外國，此服務可以於家、安養機構或日間照護中心進行，費用可由個人負擔或公費補助。香港也有不少非牟利組織或企業提供某程度相似服務。雖然在香港這方面嘅支援還是未普及，也有不少嘅照顧者不認識服務內容，甚至不放心暫託管家人。但隨着社會進步，照顧者對於自我照顧嘅認識越深，就會發現這類服務嘅好處。我們首先有一點認識，把這個工具放喺我們需用嘅工具名單，喺未來嘅日子都可以多一個選擇旁身。什麼係臨時照護？臨時照護為一種短期服務，使主要照顧者能獲得別人嘅照顧支援，獲取短時間休息或做一些自己需要處理嘅事情，有一啲自己嘅時間，也可以放鬆一下，例如休息、外出辦事、探友或維護自身健康、安心旅行。專家強調，這種服務對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都係有益嘅。照顧者可恢復心力，而長者或病患者則有機會在新環境中獲得支持同埋社交互動。社區中嘅臨時入住照護，部分非牟利機構提供短期入住照護服務，內容與長住人士相同，並具以下優點：參與活動、社交與一齊進餐、個人化照護與交通服務、安全監督環境與專業醫護，如駐點護士。預約建議：了解是否有最少入住天數要求，詢問藥物管理規定，預留足夠時間完成入院程序，參考入住清單準備個人物品，事前與長者溝通，說明益處以減輕焦慮。規劃臨時照護建議：提前規劃可讓家人有時間挑選合適嘅暫託服務，並在節假日嘅時段確保預約或是尋找其他替代方案。若需協助尋找在家臨時照護或提供相關服務嘅安養社區，可向專業照顧顧問或者社工諮詢，他們通常都可以提供指引與建議。